天主教神學小問答221，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問：今天有人自稱曰，我就是基督，那基督會不會以其他人，或以其他宗教教主的形式出現？一些有宇宙基督思想的人好像是這樣說的，他們說，宇宙聖基督2000年前在納匝肋人耶穌上現身，今天在這個宗教教主上現身，明天在那個宗教教主上現身。答：不會，耶穌基督是昨天、今天，直到永遠，常是一樣的。希伯來書13章8節，基督是永天主的永聖子，降生成人，為人贖罪而死在十字架上，被埋葬的人性從死者中復活，並上升天庭。除了2000年前在納匝肋的降世，天主子不會再有另一個降世事件，但基督會在末日光明再來審判生者死者，而再來時也是以從聖母瑪利亞胎中攝取到的人性再次顯現的。他絕不會以另一個人的人性出現。宇宙基督的正確意涵，例如在厄弗所書1章10節所說的，是指基督對整個受造界的拯救意義，強調的是降生成人的基督的一次而永遠的救贖功效超越時空，而不是在不同的時空中有不同的救主。這後面的說法很自然會把納匝肋人耶穌矮化或淡化，或造成宗教無差別論。